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新嘅一年咧，用你哋嘅攝影器材影多啲優秀嘅作品。有啲鏡頭咧係幫攝影師解決一啲攝影上面嘅需要嘅，但係有啲鏡頭咧亦都可以幫攝影師去創造佢嘅獨特嘅風格嘅。Nautilus 咧一直咧係 Leica 對於光嘅一個宣言。今日咧我哋唔講鏡頭嘅規格，我哋講一個選擇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支 Leica 35mm 嘅 Nautilus F1.2 ASPH。自從喺1966年第一支嘅 Leica Nautilus 問世之後咧，佢從來都唔係一啲攝影師主流嘅鏡頭。第一，佢唔係細支啦，佢又唔平啦，甚至乎咧，佢完全係唔理性嘅。佢存在嘅價值咧，就係為咗探索光線嘅極限。嗱，當年咧菲林攝影 ISO 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嘅，菲林嘅 ISO 有100啊、200啊、400啊，甚至乎最高都係1600。所以 Nautilus 咧就係攝影師喺黑夜裏邊影相嘅利器。但係今時今日數碼攝影 ISO 喺相機上邊好容易就可以推到10萬以上。咁樣究竟 Nautilus 喺今時今日仲有冇存在嘅價值嘅呢？有好多人咧睇到呢支新嘅 Nautilus 咧就話：咦，點解係1.2？點解唔做0.95啊？如果 Leica 將呢支鏡咧做成0.95光圈嘅咧，佢就會變咗超大、超重，而且超級昂貴。佢咧肯定咧會成為 Leica 再一次神壇級嘅鏡頭。但係今次咧 Leica 咧冇做到呢一個選擇。佢冇將呢支35mm 做到另一個極端，佢選擇咗平衡。呢支新嘅 Nautilus 35mm 咧，佢真係一支可以掛喺個相機上邊，每日出街影相嘅 Nautilus 鏡頭。佢漸漸咧可以話喺 Nautilus 裏邊咧變成一個好成熟嘅產品。F1.2 光圈嘅鏡頭全開嘅時候咧，咁畫面當然係好立體啦，有空氣感啦，咁焦外嘅嗰個融化嗰啲散景咧，亦都係好迷人嘅。但係咧，佢亦都唔係散晒嘅，呢支鏡中焦嘅地方咧，依然係十分之鋭利，結構咧係好清晰嘅。最特別嘅咧就係呢支 Nautilus 咧，當你嘅光圈收到2.8嘅時候咧，佢嘅成像咧係直逼35mm 2APO 嘅嗰支鏡，所以佢有理性、有精準、冷靜嘅一面，佢咧係雙重性格嘅。咁咧，所以呢支鏡咧比較，我覺得係吸引人嘅地方。如果你個攝影師今日係想要一啲情感嘅表達嘅、浪漫啲嘅又得。如果我今日想影一啲好有規律、好精準嘅嘢嘅，呢支鏡亦都俾到你喎。Leica 嘅35APO Summicron 咧係光學嘅極致，佢消除晒所有光學嘅誤差啦，成功咁控制咗嗰啲色散啦，佢嘅成像咧係用完美嚟形容嘅。Nautilus 咧唔係嗰種嘅鏡頭嚟嘅，佢係幫嗰啲光顯現到一個特性出嚟嘅。可以話咧，如果 APO 係一個建築師咧，Nautilus 咧就更加似一個詩人咁樣。兩個都係精準嘅，但係佢哋用緊嘅語言表達係唔一樣。
至於大家點樣選擇呢一啲鏡頭咧，就視乎你想用一個咩眼光去記錄呢個世界。35mm 咧係最接近人類視覺嘅焦段嚟嘅，佢唔會好似嗰啲 telelens 咁，即係75啊、90啊、135啊，有啲侵略性嘅感覺。但係咧，佢亦都唔會好似嗰啲 ultra wide 咁樣16啊、18啊，好疏離同個 subject。喺1966年，Leica 出咗第一支 Nautilus 咧，其實佢只係出過5款嘅 Nautilus。有66年嘅 F1.2 ASPH 啦，嗰支神鏡啦，因為咧佢係用全手工去打磨嗰啲非球面鏡。另外喺76年至到08年間咧，出咗一支51光圈嘅鏡啦，直至到08年咧就再出咗一支50mm F0.95 ASPH 嘅鏡。最近嗰支咧就係17年咧出咗支70mm嘅 F1.25 ASPH， 同埋今日呢一支嘅主角30mm F1.2 ASPH。當 Leica 將 Nautilus 帶到入35mm 咧，同以前嗰啲鏡唔一樣，再唔係純粹嘅人像鏡。攝影師可以好輕鬆咁樣將呢支鏡頭帶入去街拍，上山下海影風景，影攝影師嘅日常。呢支鏡頭咧，佢唔係純粹做一啲 Nautilus 嘅特別效果，因為佢嘅輕巧啦嚇，佢變咗可以俾攝影師作為一種表達佢嘅視覺方式。呢支鏡咧全重咧416個 gram， 對於 Leica 嚟講咧係十分之節制㗎啦。佢冇為咗追逐大光圈咧而超重，亦都冇咧為咗製造市場嘅話題咧而做到好誇張。佢一方面保留咗 Nautilus 嘅靈魂，但係咧亦都放低咗一啲神壇級嘅鏡頭嘅嗰一種嘅光環。即係其實咧呢一支咧係一支好成熟、好成熟嘅30mm鏡。每次咧，當攝影師要孭一部相機出街嗰陣時咧，其實都係要做一個決定。究竟咧，我係想影得個世界好清晰啊，抑或我係想帶出一種情懷？究竟咧，我係追求一啲極致嘅控制啊，抑或我想有一份隨機，有一份偶然？所以今次呢一支 Leica 嘅35mm Nautilus 咧，佢唔係要取代其他鏡頭。佢係俾咗攝影師可以有更加多嘅角度去演繹佢嘅作品。喺數碼攝影嘅年代咧，攝影器材越出越靚，越出越完美。但係攝影從來唔係單純追求完美嘅，佢仲係攝影師用光時間去記低佢想記錄嘅現實。佢嘅理解現實係清晰啊，定係有詩意嘅？呢支嘅 Leica Nautilus 35mm咧，佢唔係一支攞嚟 show off 嘅鏡，佢係一支可以俾攝影師用唔同嘅語言去演繹呢個世界嘅鏡頭。講住咁多先，等我借呢個機會咧，同大家分享多啲我用咗咁多代唔同 Leica Nautilus 影嘅相咧。